大家知唔知道點解 Kinder 出奇蛋會改版，但美國被罰款？請同哆啦 A 夢合作，今日就1分鐘時間同大家分享關於 Kinder 出奇蛋嘅冷知識啦。Kinder 出奇蛋係意大利人 Michele Forleo 喺1968年創造，佢一直有個夢想，為懷抱童心大人同小朋友製作美味嘅甜品。佢爸爸係糕點製造商，某日推出咗專製朱古力醬，結果大受歡迎。後來 Michele 就改良咗朱古力配方，誕生咗而家大家都熟悉嘅 Nutella 醬。之後佢就開始積極研發同製作產品。1968年佢創立咗朱古力品牌 Kinder。1974年 Kinder 出奇蛋就正式面世。最初玩具係人手上色，非常有誠意。後來更加同多個知名品牌聯名合作，例如哆啦 A 夢等等。Kinder 推出新版改版 Kinder 奇趣蛋，包裝改為一半放朱古力，一半放玩具。好多人都以為係因為英國曾經有小朋友誤貪玩具而死亡，但實際上並冇因為呢場意外而禁售。真正原因係因為 Kinder 出奇蛋有玩具喺朱古力入邊嘅設計唔符合美國法例，令到佢唔可以賣。據聞攜帶 Kinder 出奇蛋入境美國可能會被罰款港元9300蚊。不過舊版出奇蛋並未完全停售，部分國家依然有賣，不妨可以留意下。大家仲有冇其他品牌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啊！